今年继续同款是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，高雄这2天发生有人开枪，也有喊店的代志。刑事局局长也有内政部部长拢落南来指挥来办案，引起到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真无欢喜。伊今日骂讲，中央这款的动作根本就是车倒一杯茶，讲人做风台伫咧扫袂停的，结果引起到惊伤害高雄互人的观光印象。伊讲安尼，什么人要来负责？咱做伙要来听韩国瑜上新的讲法。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治安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年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，大概我们刑案的发生降低了2%，破案率呢提高了2%。在6都里面比较起来，高雄市警察局的破案率大概在6都排名第3。所有的治安事情，站在市政府立场是零容忍，可是基本上来讲，高雄市警察的表现。 大致上还是平顺的整个治安。另外还要跟大家报告，就是高雄市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玩、好吃，也有很多景点的地方。那很多海内外观光客，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拜托大家来高雄观光旅游。如果内政部这样大张旗鼓的、敲锣打鼓的来高雄进驻，请问高雄市的形象受到这么大的伤害，造成观光客跟投资客停止的话，谁要负这个责任？ 而且在6都破案率，我们明明是排行第3，犯罪率比去年同期又减低，有必要这样子搞吗？上个礼拜明华园在高雄刚表演完一个八仙过海，这个月底要继续演八仙过海。你行政院8个部会是不是通通要过浊水溪来高雄进驻？下个礼拜是不是教育部长要来进驻？再来交通部长要进驻，法务部长进驻？ 我觉得高雄市警察大致上来讲，大家都是非常认真勤劳，而且对于高雄警察的眷属是特别辛苦。我们站在市政府立场都是非常感谢的，所以我觉得内政部徐国勇部长不客气地说，很容易让人感觉这是一个政治操作。